各位好，歡迎收看本節新聞。近期集卡熱潮席捲全城，甚至令到唔少成年人同埋小朋友都陷入瘋狂嘅狀態，引發唔少話題。首先，大家可能以為集卡都係小學生嘅玩意，但係其實大人都一樣咁瘋狂，情況可能更加誇張。近日網上流傳一段片段，一名男子為咗收集佢心儀嘅限量版卡牌，竟然進入一個近乎走火入魔嘅狀態，其瘋狂舉動令人咋舌。請去片。你究竟想要啲咩啊？我要李白啊！李白？我仲有一包，我就唔信我抽唔到。又係何偉，我要李白啊！要李白啊！你冷靜啲先，唔使咁激動我買嘅，咗200包，唔買咗使咁激動。我哋2月13號去中華文化日，咪會集齊到咯，唔使咁激動嘅。我要李白，我要李白，我要李。瘋狂嘅背後，有時亦都會引發摩擦。喺校園入邊，卡牌亦成咗學生之間衝突嘅導火線。近日就有2位同學因為爭奪一個稀有嘅卡牌，由口角演變成激烈嘅搶奪戰，過程更被路人拍下。請去片。呢張 PC 舊卡係我㗎，唔係因為我執到要搶啦！哎呀，幾個為咗張卡爭成咁，真係冇出息！海晴喺度講咩啊？係咯，咩冇出息啊？但係我話呢啲先叫值得收藏嘅卡㗎嘛！中華文化私人卡，哇，好靚啊！哇！啲畫上面嗰啲係邊個嚟㗎？仲有啲字係咩意思啊？海晴，你呢啲卡喺邊度買㗎？我都想要啊！係啊，快啲同我哋講啦！呢啲唔係買㗎，呢啲係喺2月13號中華文化日，學生要靠玩攤位遊戲去贏翻嚟㗎。耶！我一定要參加中華文化日啊！係啊，我哋都搶晒所有嘅私人卡。耶！睇完剛才2段令人側目嘅片段，其實集卡都可以係一件好有教育意義嘅事。聖公會智庫齒男小學就將呢份熱情轉化為學習動力。喺即將舉行嘅2025至2026中華文化日，我哋學校就策劃咗一件好有意義嘅活動，叫做唐詩風雲。學校希望同學可以寓學習於娛樂，亦都鼓勵同學主動探索唐詩嘅美麗。各位智庫齒男嘅同學，記住把握呢個機會，積極參與，睇下邊個最快收齊呢一個6位文學巨星。喺2月13號，大家着住華服一齊去集卡，到時見。本節新聞報導完畢。